台北大巨蛋伫要举办七七赛甲亚锦赛，不过那建筑物抑佫有问题，就连停车场嘛，互议员抓到出入的动线会拍架的问题。市长周万安是回应讲，试办比赛时阵，因会实际来看车流的动线，再佫来调整改进。台北市建管处初次核发台北大巨蛋使用执照，特别来测试赛甲亚锦赛场馆周边交通压力测试。不过，即马停车场的动线真乱，也引起讨论。大巨蛋的停车场的入口，却把它设置在光复南路的第一车道。车道的容流量只有20台车，这个未来面对动辄3、4万人以上的活动，根本就是不堪使用。有议员认为应该做上海拍算，那才是袂使多封条做车路。同款问题也有大客车临停黄线甲设置伫个分抢路边，晚上用临停有约制。不过闹大客车无预约到场，停个等。车流对塔甲光复南路，而且停车场的出入口也大客车甲汽机车动线交错拍架的问题。车流交错的部分是一个最大的状况，而我必须再强调一次哦。预约下车的这个制度，在黄线上来讲，以目前的法规是没有这个法规的，因为黄线不是一个专用的路权。我也要求交通局必须要有完整的规划远雄针对各项交通必须要做相关调整因在亚锦赛举办期间，也必须随时监控。周万安表示，11月会举行示范赛，到时阵会做动线实测，各监控车流状况。房协甲晚向所提出的交通应用措施计划，也要依照这2场实测赛的情形，做出相对应的调整改进。记者综合报道。